那媒体应变不是自由业变制造业嘛？所以到底每天这个消息从哪里来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为了来？现在有传出郭跟王他们现在不选，然后要改要推民选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？这个消息又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没有这回事吗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你们都是记者，这样讲不好意思。那媒体应变不是自由业变制造业嘛？所以到底每天这个消息从哪里来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为了来？所以现在这个消息，你觉得就是有人是刻意放出这样的消息，故意要挑拨你们吗？也不一定是刻意的，反正制造业的是随处随地每天制造新闻的嘛。那现在我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跟这个有相关的讯息。所以你现在还是希望郭台铭出来选？哇，但是一样嘛，他一些缺点，他还是要解决啊，不然他被他贴董建华2.0，他也是一样，也是会败在这个芒果干之下。我看也没有办法。像你的脸书粉丝页目前已经18天掉快10万粉，上次是因为民众党，这次掉粉也跟郭王的这个组合可能不被需要。我觉得应该是民众党那一路下来的，因为这些纷纷扰扰应该还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事实上，很多人也是因为蓝绿都不喜欢嘛，这个以理由支持哦。但是老实讲哦，在现行的宪政架构之下，你要进立法院，你没有政党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个不分区地位。所以有时候还是会一个叫实际上的困难。也因为这样，有实际上的困难，你还是会失掉一些支持者。这个就是没办法。馆长在直播的时候说痛心又失望，因为你跟蔡总过去的关系。我就不要紧张了。第一点哦，我是市长，他是市民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呢。只是这样的哦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坚持嘛哦。所以这样的，我们当市长也不可能说，你要这样讲，我还去参加过5次双城论坛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上海市长吃饭，所以是这样的。有时候也不要想太多，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原则嘛，我们的主理性嘛。那你说，你也不可能说完全不跟说不要跟谁有任何接触，还是很困难的。在实际上的这种政治上还是做不到。登革热是这样的哦，这个刚才那个卫生局有进来报告，要跟大家讲哦，新兴传染病哦一定会出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像登革热，它潜伏期3到14天嘛哦，他如果比方说去泰国旅游，再被泰国叮了，他坐飞机回来根本都还正常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台北市作为270万人口的城市啊，什么伊波拉啦、登革热，甚至奇奇怪怪想都没想到的传染病，会不会出现？答案是会，一定会出现。不过重点是这样的，当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迅速扑灭掉。所以，事实上从昨天整个台北市政府都有在作业嘛，包括病人的隔离的，然后社区的消毒，这没问题。事实上哦，到瘟疫会破口是什么情形？它一个一个出现，对我们来讲，对台北市政府来讲都小事，是那种说同时有100个，我们的系统在垮掉。所以说而且也要跟各位市民讲哦，新型传染病在台北市会不会出现？答案是会，一定会。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交通才太发达了，24小时内从非洲跑到台湾的，要进来，他带病进来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。但是有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用目前的防疫系统会应付。那通常一个一个出现都不会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都有那个在监控了。市长，现在旺中集团全力在打你，是不是就像你说的，不听话就 K 你？这个在讲啊，其实这样的，媒体还是有它的作为社会第四权的格调嘛，不可以变成那个大老板在展示权力的工具，你知道说，你听话我就捧你，你不听话就 K 你，这实在是，我感觉。我听说他们今天还特别写一个什么一句中不会哭是？对，那写的嘛一句中哭得更惨。跟国台办见面的必要性是什么？我看一定嘛，我看每年在办双城，那包括上海不但他们台北市这种几趟，有时候他也不要进来，还要我们出去的。所以你以为办一个双城论坛，打2通电话就好了？这样，那你所以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那等他讲，那当年4大运，那才是他谈判才多嘞，所以是这样的哦。这个就是政治上的现实嘛，你要办4大运，你不跟中国有协调，你怎么办得下去？你看东亚青运不是就不见了吗？所以他们失去。市长，你是为了你是为了郭董，所以才开始这样跟汪董做一下不是啦。第一点是这样的，通常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哦，你讲我们都听一听嘛。可是有时候
你也不能你讲了我们要照单全收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有的可以，有的不行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坚持，我们的价值嘛。所以，我们当到市长也不可能变成你的传声筒啊，那有可能啊。